曼聯跟住落嚟嘅賽程，阿摩連會唔會落課呢？10月4號22點正，英超嘅第7輪，曼聯主場對住新特蘭，預計係攞1分或者3分啊！新特蘭成為翻今個賽季英超嘅最大黑馬，阿摩連嘅主場亦都要追3連勝。10月19號23點30分，英超嘅第8輪啊，曼聯要作客晏菲路對住利物浦，預計呢係攞到0分啊！今個賽季首次嘅雙紅會，而曼聯嘅作客亦都係危機四伏。10月26號嘅12點半鐘，英超嘅第9輪啊，曼聯主場對住白禮頓，預計攞到1分。上個賽季俾海鷗雙殺，曼聯係咪真係無力回天呢？11月嘅1號23點正，英超嘅第10輪，諾定咸森林對住曼聯，預計攞到1分或者3分啊！森林嗰邊換教練未見起色，而上個賽季普斯迪高律都係曾經帶領熱刺4殺曼聯。11月嘅8號8點半鐘，英超嘅第11輪啊，熱刺咧對住翻曼聯，預計係攞到0分啊！因為咧熱刺換帥之後嘅狀態非常之大勇，曼聯依舊都係沉淪低迷。11月嘅25號凌晨4點，英超嘅第12輪啊，曼聯主場對住愛華頓，預計攞到1分或者3分啊！愛華頓今個賽季嘅客場低迷，曼聯可以乘勝追擊。11月嘅30號8點正，英超嘅第13輪，水晶宮主場對住曼聯啊，預計係攞到0分或者1分啊！水晶宮嘅教練加斯拿成為翻曼聯下一任嘅最大熱門人選，會唔會打到阿摩連落課呢？